403大地震有影是对太鲁阁国家公园造成真严重的影响。也毋过，伫这时阵，所有工程人员是利用做工课的机会，伫国家公园内底掠台湾水鹿。目前，警方已经掌握相关的人士，全部依法上班。 这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水鹿路段，测试搁再发生大面积落石崩塌。为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山区的地质一直无稳定，所以封起来。啊，毋过煞有工程人员利用工作的机会，趁无人伫注意，偷偷垃圾台湾水鹿。初步了解，这个的行为可能是在那个相关的其他单位，就是工程人员所做的一项。 那个不法的情事啊，它捕猎就是那个保育类动物，台湾水鹿。从举发的那个的图片来看大概1到2只啊。台湾水鹿啊是台湾陆地体型上大的野生动物，但因为生态地破坏甲拍来影响族群数量真少，列作保育类野生动物。台管处已经请保七警察对查，另外嘛要针对进出加强管制。 基本上就是因应进出居民的进出需要，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那自己太鲁阁园区内就是西堡以下、以东，全部各景点都是封闭的嘛。 利用修路机会垃圾野生动物的嫌犯，警方已经约谈到案，要以违反国家公园法处代票3000块的罚款。另外，各因为垃圾的是保育类野生动物，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，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各当并科代票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